思维的工具嘛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嘛。语言能力，诵读经典提高语言能力，语言能力提高促进思维能力。第三句话还要记住，思维力的提高就是促进智力的发展。思维力的提高就是促进智力的发展。我讲心理学啊，讲什么叫智力，很多人不懂，很多老师有很难记。我告诉一个五角星，一下就记住了什么叫智力。人的智力就是聪明啊，智力就是聪明程度啊。一个人的聪明怎么来展示啊？怎么来体现？他有这5种能力，他就有智力。那5种能力啊，观察力很重要的。如果这个人观察力看问题都看不到，这个人肯定是个笨蛋，是吧？智力不聪明的。观察力、注意力、记忆力、思维力、想象力，你看，组成智力。组成智力。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，你要提高智力，没通过这进教室来，没经过这个门，怎么进的教室来呀？观察力是智力的门窗、门户、大门。注意力是什么？注意力是什么？记忆力是什么？记忆力是智力的仓库，记忆力的是智力的仓库，是吧？那么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，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，鸟的翅膀一样，智力的翅膀，没有想象力，这个智力也飞不起。注意力是什么？你们去查一下，我留一个东西给你们，是吧？我们按孔子的教学要有启发性，是吧？绝不告诉学生啊，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，是吧？不是学生不动脑筋的，是吧？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，记忆力是智力的仓库，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，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。你看读经典是不是注进？第一，读经典前面我们讲了，心理学家讲，读经典就是学生注意力马上就安静下来。你看了，现在没读经典的孩子浮躁的，他注意力不会集中的，很难集中的。你看我们读经典来学校，下课铃声一响，音乐一响，他马上注意力就安静，再也不吵了，所以马上就安静下来了。读经典就你看注意力、记忆力，那就不要讲了，我们讲了曾国藩了，是吧？好多了。你读经典的记忆力啊，他是原来很差的，他都是记忆力很好的，是吧？读经典促进的思维力，促进大脑发展嘛，思维力大大提高。读经典使他的想象力提高，想象力提高。所以我们讲经典诵读啊，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，促进儿童的思维力发展，观察力发展，是吧？观察力有什么？我们等一下，我就5大经典，我要有一个名画，经典名画，经典名画就培养观察力的，
是吧？后面我再向大家解释。好，第8个我介绍一下美国著名教育家格林杜曼，学过他的著作啊？当今世界著名教育学家。我们现在有一些老师校长啊，不注意读教育家的著作。教育家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权威，是吧？最高水平的。你看他提出这些观点，就好像跟我们在研究经典教育，是吧？专门为我们研究的。你看，幼儿从2岁开始就有阅读能力，而且越接近2岁，学习语言能力也就越强。小朋友能不能读啊？幼儿能不能够读啊？不是我说了算啊！你也不光只是刘院长说的，2岁小朋友能够读经典。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格林杜曼说的，是吧？越接近2岁，学习语言能力越强。第2个观点，你看，阅读经典书籍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吧？阅读经典书能够促进脑神经的发达，而且完全不会有不良的后果。我们找到答案了。家长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个是不是摧残儿童啊？我们一些教育局分管幼儿教育的，你们是摧残儿童啊！2岁就读《道德经》啊，你不是害我们的青少年吗？是害吗？不是一个心理学家、教育学家说，这么多教育学，全世界的心理学家、教育学家都说，读经典没有半点后果，并且只有好处，是吧？”第3个观点，你看，这个观点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把格林杜曼，我们全世界教育家的所有教育结论一出来，我们就是学习的。大家一定要注意教育理论的学习啊！你不能只读经典，教那个经典。所以我们教经典的人，首先要有很高的教育理论水平，要有很好的心理学理论知识，是吧？没有学心理学的，教不好经典；没有学好教育学，教不好经典。这就是我的结论。你看，有些教了半年，教到孩子不读了，把孩子教死了，就不懂教育学，不懂心理学，不懂儿童生理学、儿童年龄特征，是吧？你看，他这么说：凡是优秀的天才，大多在年幼时便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，因此从小便应该尽量训练其阅读能力，将来在